成长。根据内政部上新的统计，台湾出世的人口数，2025年时阵也有21万3000人，不过续落来就一直在减少。今年顶半年敢若剩6万6千多人，按算今年全年出世的人数可能无甲13万人。虽然遮侪县市拢有推出生育相关的补贴，不过有家长甲学者是认为讲，除了补贴以外，也有整体环境、甲囡仔的教育等等无共层面的因素，才会拢爱考虑。在校热未少家长带囡仔出门佚佗，暗过台湾的少子化问题愈来愈严重。为自2020年开始，已经连续3年人口负成长。收入也好，或者是有爸妈或者是家人的帮忙带，才比较可能。公托也要抢得到，不然私托1个月2、3万。当然补助会有补贴一点，不过教育费其实说实在的才是花费最高的。内政部统计，台湾出世人口连9年落半，2015年有11万3000人，了后每年拢一直达，到2022年只剩13万8千人。今年顶半年，阁只有6万6千多人，可能和全年出世人数无到13万。在安尼数据当中，中华县的表现是袂歹。有家人会一起帮忙，双薪的话是一定够啦，消费也没有说到很贵，报户口2万块。用县市来看，顶半年的初出生率6都当中是新北上低，全台上加省的县市就是中华县有7.69%。不过在大环境的物价悬、低薪水的因素，就算各县市政府有生育相关补助，对生育率的帮助也无大。经济的因素只是个必要条件，没有这些经济的诱因，生育率还会跌得更凶。观念必须要有人带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去对台湾来讲根本不需要有外在的任何的威胁或战争，自然而然就会自然亡了。专家指出，补贴政策不是影响民众生囡仔重点，除了经济因素，是不是带动生囡仔观念，佮妥善解决照顾教育这个问题，才有机会找出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